好，咱来看罢免的消息咯。这个国民党要来救因的立委叶元之，朱立伦呢今日早起是去到邦桥福德宫来宣讲，呼吁乡亲就爱投无同意票。也高雄这边针对罢免团体对民进党立委柯志杰、甲黄济这个联署牵涉做过即战，强调是搁在团志刚来理清案情。 支持的民众大声喊加油，替国民党立委叶元之鼓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到板桥福德宫宣讲反恶霸，嘛以老市长的身份甲乡亲博感情。台湾不需要这样霸来霸去，所以我们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希望反恶霸，不希望要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一再的呼吁包括赖清德主席以及民进党的朋友，能够悬崖勒马。罢免叶元之的理由是什么？ 是因为我赢太少了，所以我只有赢2000多票，所以要罢免啊！不同意票数就是警惕他的票数，让他知道国家要恢复正常，好好运作。大罢免继续在进行，罢免民进党立委黄济、柯志杰的团体，高雄双罢劫。联署总站是因为牵涉到无实在联署去互人调查，进前负责人起上限收押，领衔人朱蕊15万块交补。暗过检调又有动作，各团真济个双罢劫的志工，查清楚2个人所牵涉到的案情。我们大概核心的志工就是主要志工大概是8到9人。 那么我经过联络以后，目前没有一个能联络上，那么我就合理的推测，就是这些职工全部已经被带走问话。宜兰民进党立委陈俊武无实在联署罢免案，检调2日传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明昌等8人到案说明，经过检方透明的侦讯，裁定林明昌80万块交补。说今天我会交保就是这样，我没有串证，没有逃避，我没有做坏事，我反对假联署。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原则上我们还是尊重司法也让整件事情可以早日水落石出。林明昌搁再声明反对假联署，强调家己老实清白，无做歹代志，无讨口径闪逃，才会当得到交补。若是所有党部的主任是可行，因为真侪个党员甲志工分别是以3万至10万块交补后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